拉比，我哋知道你係從神而嚟嘅，人點樣先可以再一次出生呢？我實在話俾你聽，人若果唔重生，就唔能夠見到神嘅國。我而家已經老咗，點樣仲可以再一次出生呢？唔好試圖去睇，要入嚟。生命唔係用嚟觀察嘅，而係用嚟出生，用嚟進入嘅。重生唔係道德變得好少少，亦都唔係得到新嘅知識。重生係改變自己所企嘅位置。人本能地想留喺外面，企喺一個可以理解、解釋同判斷嘅位置。但生命唔可以喺外面睇得到，生命只會喺關係之內運作，亦都只會喺秩序之內被保存。所以生命咁樣講，人必須從水同聖靈而生。水係將原本企喺外面嘅位置洗走，而聖靈就係入到裏面，令生命開始活起嚟、喐起嚟。即係話，重生就係放低觀察者嘅位置，入到生命本身裏面。同時，呢個亦都係進入根源之內，接受我唔係中心呢個事實，並且選擇將自己放喺賜我生命嘅源頭之內，放喺維持我生命嘅秩序之內。即係話，重生唔係加多啲新嘢，而係返去由一開始就應該企嘅位置。重生唔係好遠，當人停止想去睇，而向裏面踏出一步嘅時候，佢已經開始咗。